养花想开爆，施肥少不了。美乐科新出了一款这个施肥神器，据说从此可以让我们施肥像浇水那么简单。我们今天就来测试一下它。肥料不用手动混合，更不用记得稀释比例，只需轻松取下装载水溶肥的储物管，装入肥料，连接水管，将施肥器开关拧至 Feed and Water 位置，就可以开启自动施肥模式。贴心的一键锁扣，轻松释放双手，省时省力，环保又节约。它既可以轻松浇水，也可以直接稀释施肥，还能轻松切换3种喷洒模式：花洒模式、平流模式、直流模式。有了美乐科这款施肥神器呢，让我们的爆花之路更加的简单。关注老王，养花不迷路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。